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陆军航特部华防部顶退役现军官去做中国间谍，佮检视今仔做一届起诉10人，纠党判。台北真侪间食甲饱餐厅化起价，文化东方要起300，金华旗下太市场起上雄，一届就要甲伊起730。中国梅州菌的疫情愈来愈严重，有医师就警告，这波疫情恐惊伫咧过年时会拖来台湾。新闻一开始，先关心退役军兵去中国做间谍案情是一直咧逼。据检视，今仔就做一届甲陆军航特部、华防部、金防部等全台各个营区有退役现役的军官，涉嫌发展间谍组织、泄露军机的案件隆重终结。伊则违反国安法顶罪，起诉10人，并且法院甲判重刑。陆军航特部601路军营外口严加戒备，因为负责首都甲北部防卫，更加有两下部队的称号。杨国进前后检调查出，内底有现役军官和中国渗透，更加涉嫌吸收所营区的军官，发展间谍组织，泄露国防秘密。高检署立即侦查终结，以违反国安法起诉10名被告。本署检察官侦办陈姓被告等10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于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被告等人均严重违反其忠诚义务，恶性重大，均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专案是促进军人的信息生理人，甲由陆军化学兵学校退役的信息的经小校，新单的退役军人利用较早军中的人脉，陆续吸收航特部601路信息的中校、华防部4号的小校执政官、金防部4空的上尉甲4营的上尉，更加以金钱引诱46、45两名基层士兵，拍一个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心情影片，要求4楼的士兵偷摕机密的文件，张全台北中南东甲外岛这军啊营区拢开立间谍案。对退役到现役的军官拢有。601旅涉案军官就是把我们演训的资料交付给中国，这对于国军的兵力火力的配置还有运用都会造成重大影响，就得重新修改这个作战计划，华防部跟经防部的防卫配置也可能流入中共手里。国防学者苏志云分析，中共想要掌握咱军上新的机密，尤其是火力强大的阿帕奇、目镜蛇，也有乌鹰直升机，拢部署伫航特部601路，呼吁应该从党内定处来阻止有心人士影响国安。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向议员的指控，台北南港的一个里长私底下的招团，做伙去中国佚佗。6港5暝行程，佮安排中国人大常委会访问行程，都互外界咧怀疑这是统战的作为。旅游行程表写着社区交流考察，6港5暝的行程中，走访俄式、上海，也会去迪士尼。只是详细看第3天安排无社区人大常委会的参访行程，规刷落来，佫较是爱自费15000块。原来这是台北市南港区某一位里长的私下招团，互民众向议员陈其军压了，积极下级统战。我觉得15000是比较诡异的，那所以就看了一下里面的行程，有人大带你去参观的部分，好像有点统战的意味，所以呢，我是建议我们家人就不要去。北市民政局回应有掌握相关行程，也毋过若是有对价无相当，欢迎民众检举，因为立法理事在选美到中国动作，敢是介入选举特别敏感。国安单位就指出，最近出现台湾会引进10万印度移工的谣言，想要操作社会安全，打击政府是正定议题的阵地作战。因为有大批网友到劳动部面册来留言洗版，因为其中有2000组是校号运用无组，300组属于假校号。讨论也转到迪卡尔甲赖群组，姚民团表示会将开导抗议，表达对政策疑虑。和劳动部发图卡澄清，台印劳务合作备忘录还未签订，会审慎建议，也呼吁咱国民众唔通随意对其他国家打标签，产生特定歧视。因为某一个消息跑出来，然后被夸大，造成这样子的声量，我们觉得很伤心。
真正的是台湾人的感觉吗？还是被带风向，然后想要影响到这个民间的想法？在台印度人认为，政府应该把握机会，甲社会各界多加沟通，避免假消息伤害台印情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日本甲韩国的外交部长会谈，日本甲韩国是搁在向中国表明台海稳定的重要。今仔另外一边，为着要防止中国强台，美军嘛表示，明年要伫亚太地区布下新的飞弹系统。三人做伙握手翕相，中日韩三国外长伫咧南韩釜山见面，三方同意最近维护三强连的稳定，同时也达成共识，要加紧准备办三国领导人峰会，不过并无讲到具体时间。 무엇보다 삼국 협력을 안정적이고 지속 가능한 체계로 발전시켜 나갈 수 있도록 보다 제도화해 나가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中日韩应当以更加进取的面貌和姿态，为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朴正甲日本的外相山川洋子也分别甲王毅举行双边会谈，日韩的外长拢当面向王毅重申台海稳定的重要性。朴正也讲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主的状况。 外交部对于日本及韩国借由与中国会晤的场合，公开表达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为了要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太平洋陆军按算2024年伫咧亚太地区部署包括6支政府标准6型在内的飞弹，不过无讲具体时间甲地点。 学者分析，因为目标是要协助中国，最有可能的部署地美军在日本沖縄的加手纳基地。 China is putting that pressure on the region in very demanding ways and very coercive ways, and that is difficult for these small countries. They get pulled into China's orbit sometimes through that coercive power to get untangled. 部署在这个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这是目前知道这个第一个最明确的这个部署的位置。它也很有可能部署在这个加索纳，因为它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美军基地。学者讲，另外会当由海马斯多光火箭系统发射的精准打击飞弹 PRSM。 美军进前就表示讲，会部署伫咧亚太地区，因为 PRSM 同时有对地加制海能力，将会大幅度强化美军伫咧亚太精准打击火力。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有民众伫咧连锁卖场好事多买2盒的蛤蟆，一盒已经食了啊，另外一盒是到最近准备要摕来食的时阵，竟然看到内底有一支点过薰头，甚至盒仔内底阁有其他的薰草油啊。 今即马台北市卫生局嘛已经派人去稽查，要厘清相关的责任。为外民众会当看到一粒一粒蛤蟆当咧浸水涂刷，民众要进一步靠近蛤蟆敢有新鲜，刷伫盒仔内发现规盒仔拢是粉色，互已经意外。因为民众伫11月7日伫 Costco 买2盒密封包装的蛤蟆，第一盒拍开煮完无代志，过几工要准备煮第2盒的时，刷扑出爆过粉色。 所以找市议员定情。因为全家并没有任何人抽烟，那也立刻向我们办公室来做反映，呼吁好事多能够在食安的问题上跟食品安全的控管上面应该要多留心。但有声表示 ，Costco 的食品安全监督已经向留校查看，今嘛阁发生离谱的粉碎事件，已经执行北市卫生局启动稽查机制。 搁请法务局就消费者保护法进行处理。那卫生局也已经伫下昼派员前拢稽查，搁追查产品来源。如果是包装厂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去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稽查，同时也会去了解说这个烟蒂是不是有可能是源头养殖场出了问题。如果这产品是进口的产品，那我们也会转给食药署针对出口国进行源头管理。 针对这摆的起诉事件 ，Costco 公关表示，经过厂商检判，厂内无符合也是类似的物品。这个商品一个月卖超过1万件，目前无接到类似的案例，应该是单一事件。因为商品已经拍开，卡牌判定异物落入去的实际原因。依据厂商工作管理规定，工作人员拢需要进行穿工作服加清洗了，才会当进入生产区。蛤蟆原物料加包材也会经过领了检查，进行清洗了搁分装，加上工作区加温金。 异物留存的几率增加。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马年尾到啊，台北真侪间食甲饱的餐厅拢讲要起价，大家可以定定去食的即几间，亲像台北君馆假日用餐都要起100块，金华旗下的太市场佮起愈强，一顿就要甲你起730。文华东方假日时用餐，一个人嘛要加开300块。大只佮甜的胭脂虾也会使做沙西米食的飞机，互人想要一年来食。这是台北有名的泰式海鲜食到饱餐厅，不过12月开始，想要食到这款的菜色，比如是暗顿爱加开730。物价有涨，这个是事实嘛？对，那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跟你外面的物价比起来，还是太多了一点。我们也是觉得它涨太多了，打击很大。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改成改今天。松叶蟹脚无限量供应。因此，在餐架上面有做一些调整。截至目前为止，所有的定位呢已经近乎客满。业者讲，这是因为12月开始推出超过10种虾的料理，加零虾干贝这高级食材，计小就是调整。以这阵拜一到拜四暗顿来看是1150块加一成，下个月开始爱1880块加一成才食得到。另外，君华饭店的开发屋12月开始假日食饭每一个起100块。台北文华东方酒店明年1月7号开始，拜六中昼食饭一个爱加开300块。每年都有所谓的定时调整的一个习惯，就是包含了，例如说把隔一年的促销方案原物料、人事等等，把它给纳进去，变成一个调整的标的。那食到饱餐厅换起价，就连边家餐饮品牌松屋对11月2日开始对半成两升级。半成两对25起到30，不过根据中央大学大经研究中心调查，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多数比将对未来半年过来不低水准，伫维持稳定部分，对顶个月2.5%成长到这个月2.8%。跟上个月或上上个月比，就是情况好一点，它离就是100分，其实这个距离还蛮大的，所以它也是代表民众对未来物价上涨的这个忧虑还是蛮深。国发会公布10月景气订货转做价码拿定，不过考虑年底进前出口转为正成长，11月景气订货可望到5拿定，年底到明年初景气转好的机会大大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透早审查所得税法修正案，甲厝税列作特别扣除额，而且设定好业人条款，初审有达成强效。不过，针对扣除的最少，财政部是同意增加到18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要发到30万，佮犹太党团的协商。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厝税持续压悬，不少民众买厝买袂起，选择税厝。为了照顾税厝的族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第17条，拢总有11个版本的修正草案。全部的版本拢主张甲厝租支出为目前列举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也若扣除额的限制为目前上济12万，提悬到17万至30万拢有。列举扣除额那改为特别扣除额。目前整个财政部你们的想法是如何？放在如果列举扣除额里面，因为我们的标准扣除额不断的一个提高，所以它在那个里面已经把它吸收掉了，所以没有办法让它列报。我想委员的提案都各有它的政策意义。财政部长表示，若甲厝租改做是特别扣除额，会当互厝卡核实列报，尊重委员提案。不过爱比较长照、幼儿学前扣除额等等，爱有排付条款，也就是高所得袂当使用。另外嘛爱无厝的人才有效用。不过有立委认为讲，有不少人是伫故乡继承共有住厝，持分真少，无啥效益。这个部分嘛应该爱考虑在内。事实上也不是他在出租，你去排除这一种共有主屋的状况，你觉得怎么样？委员这样的一个提示，也许再可以去做一个多一点的考虑。根据财政部的估算，若甲扣除金额提悬到18万，估计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若提悬到20万，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至40亿。法案若伫这个会期通过，全国超过300万税厝的人，后年5月报税的时阵，都可能会当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新竹的尖石一个露营区，昨一阵母女3个人，可能是因为天气伤寒，烘土炭来下烧，所来一氧化碳中毒，结果老母死亡，2个查某囝送医急救。也另外，官府嘛发现讲，这个营地无土地使用权是违法经营，除了会继续辅导改善，也会调查事故的责任。
露营民众享受温暖的日头，啊，毋过先得尖招一个露营区，二人却传出意外。桃园内的母仔囝3个人，好亲像因为天气冷，烧火炭烘烧，却因为空气无流通，致使一氧化碳中毒。警消缉捕到现场，发现妈妈已经明显死亡，2个12岁查某囝是紧急送医急救，详细发生的原因由检警调查查清楚。业者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辅导名单里面那未来我们也会去要求业者必须要针对旅客来宣导入住的安全事项案发了后，县政府嘛介入了解，发现案发的营地目前无土地使用权，营业无合法，持续辅导改善，后续原来持续调查调查责任。一些比较物理性质的，比如暖暖包贴在身上的，像那种以前阿公阿嬷会用那种热水壶那其实抱在身上，那其实就比较不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危害。如果真的要入睡，那这些一定都要瓦斯要关掉，明火要把它熄掉。可能用睡袋或是电毯或是一些暖炉搭配一些侦测器去使用，这样子是会比较安全。对于发生意外，业者建议露营时阵为了烘烧，一般民众会用火油气化炉烧火台，伫天道外口加热使用。不过为了安全，建议要困进前，若做有明火一定要泡花，会当使用雾烧包顶来保持温暖，以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梅州菌疫情最近是拖甲真严重，有感染科医师的警告，恐惊这波疫情伫咧过年时就会拖来台湾。疾管署已经通令机场甲港口加强防疫工作，嘛提醒若对中国入境的旅客出现疑似症状，就要赶紧去到检疫站来检查。桃园机场入境检疫处昨暝顶提醒入境旅客，若有中港澳旅游史，佮有疑似症状，要到健康体检站来接受评估，因应中国呼吸道症状流行。疾管署密切监控，将阿目前当地梅州菌感染以移动为主，成人族群是医疗感染新冠病例较侪。春节后这段可能中国疫情会持续处于这个上升或高峰的阶段，特别是这个老人跟幼儿这两个免疫力比较弱的族群呢，在这段期间，事实上是建议说，能够非必要的话暂缓前往中国。有关边境警戒站业也提起计划，要去中国民众用早注新冠 XBB 加流感疫苗。那感染科医师分析，中国梅州菌疫情影响台湾是难免，尤其每年农历年前，两华往来紧接，有个流行期可能继续3个月。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细菌的抗药性有没有，那用什么药来治疗比较有效？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一线门诊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病例把它挡住。医师认为，咱国顶一摆梅州菌流行大约伫2019年迄当时，临床已经观察到部分个案感染梅州菌了后症状变严重，甚至有自动使用叶克膜的案例。那即摆中国梅州菌疫情传染出去，佫出现抗药性治疗会较麻烦，呼吁民众爱随着疫情相关调整自身的防护措施。调解处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以色列甲哈马斯协议休战的第3天，哈马斯是佮放出第3批17个人质，其中有包括一个4岁美国查某囡仔。今仔以色列这边嘛放出39个巴勒斯坦的少年犯人，所来随佫有最后一批放人的计划。不过即马有风声讲，哈马斯有意佮放出20个至40个人质，但换佮继续休战2天至4天。和哈马斯掠去超过50天的美国籍查某囡仔艾比盖尔·艾丹，伫被放出进前2天过伊4岁生日。知影查某孙伫第3批释放人质的名单内面，艾丹的阿公讲，袂输敢若伫咧做梦共款。עכשיו אני קצת יותר רגוע, לא רגוע לגמרי, כי יש גם שמחה וגם יש את החוסר של רועי וסמדר. 哈马斯10个吹节突击以色列的期间，艾丹的爸母伫咧伊面头前被杀害，尾啊艾丹就和哈马斯掠去做人质，2日才被放出。美国总统拜登也亲自宣布这项好消息。艾丹的老爸罗伊是以色列网络媒体记者，2日罗伊的同事赶到人质被放的现场采访，伊特别早罗伊在生的时阵所使用的摄影机，记录伊的查某囝平安回来时刻。Made me feel very special to be honored to carry his mic today. 以哈第24实施停火协议，4天的时间内会释放4批人质换犯人的计划。根据哈马斯提供的影片，2日被放的17位人质，有14位以色列籍，3位泰国籍，其中也佫包括几落的囡仔，甲1位已经85岁阿嬷。被放出的人质拢伫咧以色列的病院内面接受检查甲治疗。
因为以色列这方面是帮39个接近加内面的巴勒斯坦的犯人，就对被绑在兄弟伫咧落接受影响式的欢迎。被绑在犯人年纪拢伫咧19岁以下。因被逮捕的原因是对以色列军警弹石头加损毁公共建筑物。有一个犯人被关押时间是到1年半这么久。以色列方面也有人批评无顾青少年的权益。أنا لي 20 شهر في السجن لكن آخر شهرين في السجن كانت عيشتنا مرة عيشة ضنكة。CNN 报道，哈马斯想要延长停火协议的期间，希望让争取更加侪犯人被绑。以色列方面是坚持每加停火一天，哈马斯就会放更加侪人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讲到北韩伫咧这拜六办理地方议会选举，有的选区佮罕见有2个候选人的竞争，金正恩嘛去投票所投下关键的一票。根据北韩媒体报道，这届投票率是冲破99%，是正港的民主。不过，外国媒体分析，北韩会让百姓出来投票，根本就是要方便人口监控。投票所外口，民众拿唱歌、拿跳舞，穿着传统的正式服装去投票所，认真看公告的候选人资讯，搁政治建筑投选票。北韩2月举办地方议会选举，这是每4党第办一届的都市军人民会议议员选举。 평양시 제220호 선거구, 제120호 분구의 선거자들도 높은 알곡증 산성가로 지방인민회의 대의원 선거를 맞이한 자랑을 안고 선거에 참가했습니다. 这个地方选举受到8月修改的选举法影响，部分选区真正的唔单只有1名候选人参选，是增加到2名候选人。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这个投票率达到99.63%，表示人民会当家己投票选出人选，实现民主甲履行公平的义务。 佮看出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亲身去险境南道一个设置伫个机械企业的投票所，代表性的投票予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报道指出，金正恩的出现真受工人欢迎。伊佮伫个投票了后，视察机械工厂，对开发压缩机的进展表示真满意，强调要甲领导经济的机械制造业赶紧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准。虽然这届投票率达到99.63%，也毋过相比顶一届2019年的投票率99.98%，也是减少0.35%。外国媒体分析，安排人民代表性的投票，嘛是当局实施变相的人口普查的方式。国际新闻台董秉义。 大选要到，国民党侯友宜今日是去参加9大工商团体所办的经济论坛，提出要重启 ECFA 谈判，大量开放中国客，争取4年内加入 CPTPP 的政见。今日民众党的郭文德是搁在法规，讲不分区的立规，南北各有合作的空间。另外，伫咧热清地这边是搁在公布新的竞选影片，呼大家爱投互甲家己同款，认真肯拍拼的人。 出席9大工商团体举办的台湾经济发展论坛，甲国家未来领导人对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讲，两岸和平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若做当选要展开 ECFA 谈判，开放两岸60个航点，大量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湾，欢迎留学过来读册就业，也可争取4年内加入 CPTPP。我不希望来的是战局，我希望来的是客局，不希望是一个危机，希望是一个商机。 不要像我们只说开放2000个，退去康都无够了。那被伫总统选举选前个人拍拼，不过民众党台中市立委参选人蔡碧如煞出席那样党中央记者会，郭文铁讲事先唔知影，不过面对国民党禁止遗体那样立委徛台，也是无放弃拿白符，话讲国会实处也是当怎样合作。国民党思考看看说，如果真的要3党不过半哦，在这种区域立委的层级上，还是需要合作的。如果完全分裂的话，民进党有可能单独过半。一样有爱心，一样正直。民进党热清地公布第2期电视广告，主题选一个甲你同款好的人。行政主委姚立明伊讲，要向每一个骨力正直热情的台湾人致敬。台湾人值得选甲大家同款好的领导人。另外，热清地嘛接见大爱奖得奖认定。热清地讲，要透过增加社工、加社区式服务据点纳入社会主题等政策，减轻新疆家庭的负担。包括社区居住及日间照顾据点到1812处。 那么预计可以增加服务14500
72人。赖清德表示，行政院已经通过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补建计划，5年来投入480多亿的预算，建构更加友善的身心障碍家庭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学园区顶个月传出讲有48间的厂商申请要裁员，人数有将近500人。园区表示，主要是其中一间在做电脑钳仔片的厂商准备要关厂。不过，若统计今年1月到10月，的确就已经失掉超过1600人，已经是最近5年来第2济纪录。就要我年尾啊，因过新竹科学园区第10个社团讲有48间厂商要申请裁员，总共有496人伫咧年底进前的无头路。根据了解，其中有一间电脑下底的大厂利森诺科裁员的人数上多，10月要裁241人。估计总裁员人数会到510人。产品随着产业趋势的变化，产品比较没有竞争力，所以他们就决定关厂。那该公司也依据相关的规定，叫做《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通报到竹科。地科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地科的总裁员人数是1605人，创每5年来全年裁员人数第2高的纪录。顶回全年裁员总人数上悬的纪录是108年的1758人。伫今年这边的裁员以电脑产业占上多，过来是生物科技甲光电等产业。因为这边的裁员也无算到11月到12月的裁员人数。地科管理局讲，今年裁员的人数可能会创最近5年以来新高的纪录。下短单跟急单为主，企业呢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了，例如呢在技术上。目前呢，越来越多呢是导入 AI， 就是所谓的智慧制造，产线的员工本来就会比较减少。专家讲，直播间上摆时阵已经过去，尽量估计自明年开始，正像是手机或者是 PC 产业的景气将会愈来愈好，但是订单的零件都永远无关，永远爱谨慎的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观光产业大欠工，高雄有饭店为着要留人才，就甲高雄师大等4间学校签署，饭店会当提供实习的机会，而且同款的付薪水，表现若好，佫会使直接转正。伊担任饭店大楼应聘人员，高产大毕业了后就投入职场，这款人才真侪，女所业拢真需要。高雄连续举办演唱会，市府统计到11月间来演唱会就吸引92万人次，产业一发展煞面临欠工问题。有饭店直接为航空卡位找人才，甲高雄师大、科技大学、文藻外语甲高产大4间学校签订76联名。我们也有工业设计系、视觉设计系。那美术系甚至音乐系，这个都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学生的实习短期都可以做。很多的这些国际5星其实都已经进驻到高雄，3星、4星的饭店其实也不惜成本，都是在做装修。相对的，观光客的成长其实是指日可待的。高师大表示，真侪饭店除了大小也提供技术甲人文服务等多元化经营，需要人才也无共。前往实习学生无限制伫观光餐饮科系，后来应征的人数变多，毋是相关科的学生也会当累积实务经验，有希望增加职缺每学生功率。不只是在饭店事业体，也在整个诚毅酒店的餐厅或是其他的后勤部门都有。对，那如果是以现在短期的建教时期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学期大概创造80几到100多位，都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饭店表示，实习学生拢有薪水，薪资以国校定定的标准，也毋过一定比基本薪水较好。虽然公司欠工的状况无其他的同业这么严重，也是想要透过产业合作，先进入航空找人才，互学生实习的时增加认同感，才会当互努力培训的人才留伫家己的公司。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正前有一个姓曾的查甫老师，伫咧台南高雄教册时，煞走去隔壁的台南大学，偷摕900领女大学生的内衫甲内裤，因为安尼来食官司。不过监委认为校方当时无做校安通报，就准予离职，这定数有疏失。认为台南高雄、台南大学、教育部拢爱检讨改进。
切到按偷摕物件800种，啊，毋过担任老师竟然偷摕查某学生的内衫裤。姓曾的男教师10年前伫台南高雄任职，竟然走入去隔壁台南大学的宿舍，3届偷摕上100领女学生的内衫裤。啊，毋过一直到民国106年，以任职的中立家乡牵涉到师生恋的性平案件，台南高雄早展开偷窃案的性平调查。整个事情被掀开来，然后教育部也要求要调查，所以才又回溯102年偷内裤的这件事情。台南高商成立了性平会，可是性平会这是一个跨校的一个事情，他不能自己关起门来自己调查。姓曾的教师的不法行为引起监委的关心，监委认为台南高商迄个时阵无启动校安通报进行性平调查，随便互姓曾的查甫人离职。台南大学无依照性平规定提供受害者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教育部各教师是无现任督导责任。拢有检讨改进的必要。他的动机是很有性别的一个意图，就会需要做到精神科的一个犯罪情况的一个评估。如果你把它界定它是一个财务的一个犯罪，就不会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公民团体认为，姓曾的老师偷摕女学生的内衫裤这个行为已经造成被害人互人冒犯的感觉，应该当作性平案件谨慎处理。对于监委的调查报告，台南高商回应，106年针对姓曾教师伊的犯行，有依照教育部指示启动性平停事，嘛尊重监委的调查结果。教育部是回应，也未接到监院的正式文书，会等候接到了后进行相关的研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中央大学研究团队设计出一款信号增强晶片，会当解开光谱的资料，来检出病毒，看敢有变种。未来佫会应用伫生医、农业的领域，嘛加做世界头一例。相关研究嘛登上国际期刊。到要检测检体放伫咧玻璃片顶端，佮放入去仪器内底，分析出无共的光谱，可会就是顶头的晶片。中兴大学研发团队表示，这种晶片透过表面的电场效应，会当提供3D 热点加较稳的电场共振。透过散射甲检体产生的光谱变大，就会使分析出检体性质甲结果。我们用特定的光谱照下去，它有一个特定的讯号，检测的时候它的那个身份证。好，所以按照那个身份证，我们只要确认身份证，就可以找出这个东西。那不需要再个别去找所谓的抗体抗原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标定。研究团队表示，以检测病毒做例，因为若要了解变异，就需要收集抗体跟抗原，这过程真复杂个了时。即马利用这项系统甲晶片，会当透过病毒产生的特定信号，收集光谱数据比对分析，知影相关的生物分子。未来也会当扩大应用伫农业或者是生医方面。不只用在病毒，我们更简单的用在农业、食安，甚至现在的水产。我们都可以做，从一片叶子里面，如果4-5种农药，我用一个晶片就可以把它带出来，这就是条码厉害的地方。中兴大学表示，这项技术的扩大应用，佮加上相关资料库的建立，会当缩短检体检测速度，也会当即时比对。这毋若是全球头一摆学术发表，即马嘛有登上国际期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生囝率增加，卫福部扩大实施不稳定治疗补助方案，也就是试讲生囝补助。2年来补助超过8万对的夫妻，超过13000个婴仔出世。不过专家认为，40岁以上的敢若补助3届，建议直接加倍，而且放任2体注入去的数量，来增加成功的机会。谢小姐甲先生结婚5年外，已经有一个3岁查某囝，因为翁仔某拢真爱囡仔，也想要阁生一个，互囡仔有一个伴。虽然去过2摆的人工生殖，确实拢无有心。看甲今年岁已经超过40啊，加上政府扩大未生前的补助，所以正伫接受气功营理的疗程，希望能够成功收稳大巴肚。我跟我先生讨论过后，就是因为有补助，所以我们就决定就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开始做试管。为了减少少年阿某经济负担，卫福部国建署110年扩大实施未生前治疗补助方案，也就是气功营理补助，开放未生前阿某，而且这太太年岁45岁以下的人会用申请。其中40岁以下上最补助6摆治疗费用，40岁以上是补助3摆。头一摆申请补助上最是10万，搁再申请是6万。不过，生殖专家认为，40岁了后胚胎无正常的机会有8成，建议应该爱予伊6摆补助，而且放宽胚胎进入的数量，才法度提高受孕的成功率。比如提高
比如直到3颗或者到40到42颗，43岁也许放到4颗，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政府的美意，对不对？你要让它能够成功，不是要补助是手段，我最好一次补助它的成功。考量到母婴的风险啊，不是说植入越多越好，你植入越多，你到时候你还是要减胎呀。国建署强调，正地建议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会回请各界意见纳入参考。也若根据国建署统计，新制实施2年外已经补助8万多对翁仔某，有13000多名新生儿出世，明年已经编列26亿，会继续来办理试工盈利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顶上头来看高雄林园湿地公园的生态丰富，其中上出名的就是倒头海体。往年热天才会出现9万只海体。不过今年因为气候影响，公园欠水，海体无法度生碳，数量已经剩无100只。后边有真侪新闻，家己去看，最内底出现一只倒头海体，就伫石头顶休困。伊是林园南马地公园的名册动物，不过天气已经转凉啊，只煞干那有细只海体。原来今年受到大涝影响，致使海体才无100只，有民众专工来公园要看海体，煞拢看无。来遮看的时阵，伊是迄种完全是透明的，迄种叫做应该是海月水母吧。啊，我是伫迄个遐看到的，伫迄个水流遐，水是足清的，是无，所以爱听迄阿伯讲的，就爱等春天的时阵，咱的年过了，天气较好的时阵较来吧。过去林园南马地公园因为生态丰富，每年拢出现1万只海体。因为公园是引入渔污内废水，不过今年8月拄着大涝，公园的排水口拢互土沙塌掉，民众乌开排水，煞想袂到公园的水全部流了，致使南马地有2礼拜无水，海体嘛无法度生碳。因为今年就受到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所以即摆水内底遐无遐个水势啊。你着搁等到伊顶抽到有一个数量了后，所以阮咧看是按头的明年3月迄阵，应该有机会，迄个数量较有机会起来啊。理事长表示，今年嘛2个多月，一直到11月才发现倒头海体，连数量嘛是这几档上少一年。除了受到气候影响，水质嘛真重要。等待未来水质稳定了后，气温嘛较寒，按算明年3月就会出现大量的海体。记者钟宇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昨半暝，讲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倒伫咧一台机车边仔，规身躯拢是酒味。不过警方无开单，就直接让这个人离开，这是引起民众质疑。警察是表示，迄时阵有去甲望机车验动讲是冷的，所以无法度证明讲伊是食酒骑车。车有骑无？无骑。无骑。警方到场，男子讲话佫有一寡无清楚，但是一直强调家己无骑奥多摆。但是警方还未到进前，男子互民众看到坐伫巷仔口边仔佫有怀倒的奥多摆，民众闻到男子身上有酒味，怀疑对方酒后骑奥多摆，所发现警方无开单，质疑警方是故意要放人。他这种情绪应该是有喝酒啊，骑车不能喝酒，已经那么久了，对不对？现在还有人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要开。血糖过低。男子佫有酒后骑倒摆引发讨论，有民众认为警方应该开单处理，佫规家来看待有可能酒后塞车的行为，但有民众认为要有证据才会当开单。警方了解，该男子因是从一旁餐厅用餐后，自该地牵车而入岛，而同仁现场有触摸排气管的状态，确认是冷却的状态。警方表示，林奇的监视器拄好歹去，不过第一时间有去吸奥多摆，发现车辆底机内底无发动的状态。研判是男子牵车的时阵家己绊倒，认定对方无酒后骑奥多摆，因此无开单。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即马拄好是婚姻利期土豆的采收期，有农民会伫遮伫路的拍土豆，不过嘛有农民因为无申请路权就封路，去造成一个骑机车去弄到农用车累惨受伤。警方呼吁农民拍土豆，就要先申请路权，无食这罚金是1,200起跳。三亚道路边仔放一支交通笋警示灯，边仔佫停一台农用车。23下暗6点多，一个姓吴的骑机车经过好尾科好路三亚道路时，就是去弄到这台农用车。警方调查，原来是一个姓王的农民无申请，就甲路占的伫遮咧拍土豆。迄个时阵，人家就讲什么土豆拍掉，伊个
影视用品的什么三角锥，我有甲问讲，啊，你也无踩三角锥，按过伊车就是无，车还是动的，要得踏滑。如有农作使用道路需求，应依规定向当地公所询问申请，切勿任意于道路上堆置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警方表示，最近是婚姻土豆的采收期，警方甲公所规划专管203个产业道路抗地啊，提供予农民申请路权拍土豆。公所嘛有提供交通笋、警示灯予农民使用，呼吁农民都要合法申请，避免引起争议。你若拍土豆，一定有客啊。拍土豆的人，伊拢会客这边啊，这围起来，唔甲袂去搞定。我们有申请路权的地段来铺晒，不要擅自围路。以免影响民众的出入。一旦发生车祸，还要负起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警方表示，加在这个骑机车的弄到，干那卡小可受伤，机车毁损，后续依照交通事故定数处理。呼吁农民若无申请路权，就占用车路来拍土豆，依法会当罚1,200到2,400。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台北兴隆路这搭自日本时代就已经是非常热这个商圈。即卖求完是保留一寡历史建物。今日文化局搁再甲兴隆路92号成立做实地古迹。这上早是一间奥亚商店，求完是保留1912年的墙仔甲商标，100多年的这建物会当保留到今，有影是真无简单。台北兴隆路两边拢大楼，过路人来来去去，所有一栋日本时代3层楼悬的100年老瓦厝，都点点踩伫路边。外观依然保留1912年红色洋风格的日本装饰甲商标。台北市文化局表示，这栋建物上古早是一间奥亚商店，伫咧卖kimono布料甲装饰品。因为建筑物本身真有历史价值，八一头文化局来做市点古迹。就是日本时期是作为商家使用，所以这一条街只要是旧的建筑，其实都是商店。这条街其实在日治时期它是非常热闹的，它叫做荣町，就是繁荣的荣，然后荣町它就是有日本小银座之称，然后算是就是全台北市最热闹的一条街。兴隆路这搭真早就开发做商圈，日本时代阁有全台第一间的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附近阁有几啊栋日本时代保存到今的古迹。在地居民对这附近有关保留较早的回忆。像这家就是卖衣服，2楼啊，那个是木板的，不是水泥的，这个很久了，还有那个门面啊，好像有一点特别啊。期待是有期待啦，嘛希望看我都最较古早，比如讲有啉茶的所在啦，有人安尼少年囡仔会来怀念这个古早，这个足热烈的时候，迄种场面伫的啦。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会先对结构来补强，未来古迹要安怎利用，要搁咧拍算。也毋过居民算是真烦恼，希望市府会当好好利用这个古迹，互伊变做侪少年家愿意来观光的所在，带动当地的经济。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再来看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当年拢会举办大型的户外歌戏活动。今年是邀请林间国宝廖庆基老师所带领的新团歌戏团，演出长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望断乌水沟，吸引真侪戏迷来到现场看戏斗热热。民兵对抗清兵，两兵镇压，互相过招，互观众看甲目睭无转轮。这是由新团歌戏剧团带来的《望断乌水沟》，搬出先人登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也有戏迷特别为台北走来中华看戏。我是台北人，专程来中华看戏，而且这出戏是我最喜欢的戏文，就是《望断乌水沟》啊。差不多看伫要10届啦。拢看伊这团关系啊，拢会约因，若知影的拢会去啦。财团法人关怀文教基金会，逐年拢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免费的歌戏演出。今年邀请新团歌戏剧团团长廖庆基嘛来到现场，参民众同齐看戏。真侪歌戏汇演拢是采取到这个户外这个演出的这个情形。这种形态呢，对着这个去引导更广大这观众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方法。
看戏的民众下下定定，人可组织。主办单位表示，真欢喜看到民众热情参与，希望透过活动展现传统戏曲甲台语的水，彰显早前庙埕看戏的热闹场面。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过5年，搁再举办的台南国际摄影节，这届是真无共款。要直接把作品搬出来，伫街头巷尾也是公共空间来展出。当中有超过350件摄影作品。主办单位要让大家看到大台南这几十年来所发展的人文甲故事。一张过一张珍贵的老相片伫壁顶做展示，是这艺术家用几啊档记录大台南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古早的生活记忆、百年的宗教仪式，也是消息的建筑物等作品，拢互看甲目睭袂腻。台南国际摄影节让5档搁再办，即个把作品搬出来到街头，主题嘛多元丰富，甚至有艺术家以改变做老母的定义来创作。这张相片嘛头届对外公开，来参加的民众讲看甲真够开，多了一些城市不一样的面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它这些照片有一些都是我们平常就会看到的画面。小孩在我肚子里面，我应该有权利说他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就把这样一步一步把它拍下来。我站在前面拍我的肚子，你们看到的签名是相反的。用不同的角度，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自主性的母亲？推水到社文化园区，一路延伸到南门路顶4大展区，拢总有36位无共世代的艺术家，展出超过350件的精彩作品，互民众用相片探索市景的变迁。主办单位讲，即摆伊嘛特别精选摄影的册，通互大家有全新的体验，嘛借此对册内底看到摄影家的创作观点。咱伫美术馆内面看到的即个方式的体验是无共的，咱市民来到遮会当看展览，嘛是会当用册的方式来读遮的图。消失的建筑物，消失的什么仪式、摄影，拢甲保留起来。过去已经可能看无啊。的物件，咱有一个想，咱来想讲应该安怎。登记到明年2月28，这个期间嘛是连续办导览甲讲座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主要用摄影来参大家做交陪，希望要让众人看到台南无共世代风采。记者伫台南采访报道。美国的感恩节过后，就是年度买物件盛典乌色礼拜5。今年因为通膨较降，厂商有拍折，敢若拜5迄天的网络销售额就冲破100亿美金的新纪录。有个拜1，厂商会搁加码来拍折，会成做年度上界大的线顶购物日。感恩节期间，乌色礼拜5，民众透早6点进入曼哈顿的梅西百货，享受大好多折扣、好康的优惠。本地人甲观光客拢来参加，享受人真多、真闹热、节庆快乐的气氛。Amazing deals. There's 40% and 50% on most things. Good sales. There's good sales in there. It's more fun. It's more fun. We get to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We got the full experience. 今年乌色礼拜5实体店面人亲像无往年遐尼济，毋过个别旧年高通货膨胀、国家折扣有感觉，也是推动消费数字成长。即马个有较济交易转到线顶，研调机构 Adobe Analytics 追踪电商销售数据，显示乌色礼拜5即天全美国的网购金额达到破纪录98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7.5%，代表消费者真熬得算盘，听候上价折扣再来揭晓。另外嘛，预测年假过了后的27，网购礼拜1交易额看上120亿美金，比去年超过6%，是美国今年上大的电商购物日。Shoppers are a little more savvy this year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So they're using technology like ChatGPT in order to build price aggregators across online websites to get the best price for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They're also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I technology to come up with ideas for what types of products may interest them, their loved ones,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乌色礼拜5本来是百货卖场年度销售活动，演变成全球性网购嘉年华。电商头人亚马逊到推上有真大功劳。今年为17开始，连续有10天的折扣特卖。不过欧洲真济国的亚马逊成都员工，伫上无用的乌色礼拜5就月联合上演大罢工，抗议公司的做法，要争取更较悬的薪资条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明仔载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4度，
中部地区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17度至29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8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陈志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